每日一句第27句，阿美语 Midili Sign， 中文学生。语法重点 ，mi 是前缀词，加上 mi 就产生与名词相关的动作。delete 是字 ，Midili 就是写字的意思。I 后缀词加上 I 就变成了名词，意思是怎么的人。Midili Sign 就是写字的人，引申为学生的意思。举例，中文，我现在是学生。阿美语，我Midili Sign gago anini， 我Midili Sign gago anini。